我後面嘅昂船洲大橋係連接昂船洲同埋青衣9號貨櫃碼頭。咁由2009年年底開始咧正式通車，係屬於8號幹線嘅一部分，亦都係香港重要嘅運輸基建之一。咁為咗確保咧可以安全使用大橋，除咗要做一啲日常嘅檢查之外，當然都要定期做一啲大型嘅檢測啦。知但係條橋咁巨型喎，點樣做檢測啊？唔使諗咁多啦，即刻帶大家去了解下。今日為大家介紹昂船洲大橋結構安全檢查工作嘅係路政署橋樑技術顧問組嘅工程師方德仁 Anson。香港幾條大型跨海吊橋嘅結構健康監測同埋安全管理系統都係佢負責㗎。今次嘅大型結構安全檢測咧係幾耐做一次，同埋乜嘢嘅模式去進行㗎？咁我哋為昂船洲大橋咧，除咗進行唔同種類嘅日常維修保養工作之外咧，咁每隔6年咧都會為大橋進行一個全面嘅結構健康檢查嘅。呢個檢測咧採用咗2種模式啦。咁第一種咧就係定點靜力荷載測試，咁即係用10架重量達到440噸嘅大型車輛啦，咁相當於220架私家車嘅總重量。咁分成2排，每排5架車，分別咧定點停留喺大橋嘅1/4啦、1/2同埋3/4跨度嘅位置，約莫10分鐘進行測量。咁第二種咧就係移動荷載測試，咁10架嘅大型車輛咧就會排成一排，以時速咧10公里嘅定速咧行經大橋嘅。咁2種嘅測試咧，我哋都係利用咧已知嘅荷載重量啦，同埋分佈，再加上由橋上面唔同種類嘅傳感器收集大橋嘅數據，就可以透過運算咧知道大橋嘅整體結構情況。咁作為負責大型檢測嘅工程師，你係負責啲咩㗎？其實喺檢測嗰晚咧都幾忙㗎。首先，我哋需要實施臨時嘅交通安排啦，臨時封閉大橋嘅部分行車線。咁其後咧，我哋都需要透過監控室入面嘅閉路電視咧，實時留意住橋面嘅情況啦，以應對咧一切有可能發生嘅突發事件嘅。當然，最緊要就係監測住橋樑健康監測系統採集到嘅實時數據。咁今次咧，我哋利用咗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啦、應變儀、加速儀、溫度儀、風速儀同埋動態稱重儀，用作分析大橋嘅結構健康情況。咁喺檢測嘅過程入邊，遇到最困難嘅地方係啲咩呢？大橋咧進行咁大型嘅檢測工作咧，當中都遇到唔少嘅挑戰㗎。咁喺實施臨時交通安排期間咧，我哋需要臨時封閉咗大橋來回方向嘅中線、快線行車線啦。咁全長封閉嘅道路超過5公里。咁期間咧只會保留慢線俾道路使用者使用嘅。咁為咗咧盡量減低對市民大眾出行同埋運輸物流嘅影響，最終咧我哋決定喺週末凌晨嘅12點至清晨6點期間進行檢測，並且要喺1晚內完成，撇除咗實施臨時交通安排所需要嘅時間。咁期間咧我哋只有3個小時咧要完成晒整個嘅檢測工作。咁檢測嘅結果係點啊？咁我哋為大橋咧建立咗個3D 結構模型啦，結果顯示咧2項嘅測試模式量度出嚟嘅數據咧，同埋結構模型分析嘅結果咧大致吻合。另外咧，我哋亦都將今次嘅測試結果咧同埋以往嘅數據，包括喺09年大橋啟用時嘅數據，同埋咧6年前檢測嘅數據咧作為比較，發現咧大橋嘅結構健康情況咧依然十分良好，安全係數咧亦保持喺一個相當高嘅水平。路政署未來會繼續定期為大橋做一個預防性嘅檢測，確保市民可以安心使用大橋。昂船洲大橋結構嘅安全檢查工作雖然複雜，喺籌備同埋執行期間，相信都要克服唔少困難。但係 Anson 咧話佢從來都冇諗過放棄，因為佢真係好中意橋樑㗎。咁我記得喺讀緊中3嗰陣時咧，男仔係要安排上一啲類似木工嘅堂啦。咁喺堂上面咧，我哋需要設計一個有關橋樑嘅功課。咁喺過程中咧，我發現咧原來大橋嘅力學啦同埋美學可以咁完美咁結合嘅。咁之後咧，我就慢慢對大橋嘅設計啦同埋建造產生濃厚嘅興趣。之後我就開始好奇唔同種類嘅跨海大橋究竟係點樣建造嘅呢？可能就係呢份好奇心推動我日後想成為一個土木工程師，有機會咧參與其中。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保持當初嘅熱情啦同埋好奇心，訂立清晰嘅目標，一步一步咁行落去，就會去到我哋當初所訂立嘅目的地。大型基建嘅安全監察背後咧係有多個唔同嘅政府部門默默努力嘅成果。Anson 咧係由中3一份功課嘅啟發，到今日夢想成真，成為一位橋樑結構安全工程師，將佢學到嘅專業知識咧用翻喺市民上邊，亦都會聯同大橋維修保養團隊，為橋樑咧去提供全天候嘅安全保障。辛苦晒！